好多人都想做麥基瑪嘅狗，但係我想同雷傑一齊做鄉下嘅老鼠。睇完雷傑篇嘅劇場版之後，好多人都對雷傑呢位角色嘅印象係揮之不去，所以今日就帶大家回顧翻雷傑呢位角色。Hello， 大家好，我係小喇叭，歡迎收睇人物奇談。今日我要長談嘅角色就係嚟自鏈鋸人嘅雷傑。就同平時一樣，以下內容涉及嚴重劇透以及本人嘅主觀，如果冇問題嘅就繼續睇落去啦。喺蘇聯嘅坊間有個傳說，軍隊裏面嘅彈藥房係有個秘密房間，而房間裏面係充滿孤兒，而嗰啲孤兒仔唔單止係冇人權同埋自由可言，佢哋仲係軍方實驗嘅白老鼠，而雷傑就係其中一個白老鼠。作為蘇聯嘅士兵，雷傑就被命令去奪取鏈鋸人嘅心臟，因此雷傑篇嘅故事先至正式開始。嗰一日係晴空萬里嘅一日，但係就因為突如其來嘅驟雨，所以電治就喺個電話亭裏面避雨。但係亦都因為咁，電治先至會同雷傑喺電話亭裏面偶遇。兩人喺電話亭嘅偶遇，除咗係代表住狩獵嘅開端之外，佢仲代表住一場無果戀愛嘅開端。喺狩獵嘅開端，身懷任務嘅雷傑並冇急住用暴力去強行奪取電治嘅心臟，反而係諗住放長線釣大魚，用一連串嘅心理戰術嚟迷惑電治。但係個心理戰術唔 work 不特止，自己仲因此對電治沉咗船。雷傑雖然係帶住執行任務嘅心態去迷惑電治，但係喺兩人相處嘅期間，反而係令到雷傑深入認識到電治嘅另一面，造成本質虛偽嘅互動逐漸演變成假戲真做嘅模糊曖昧。因為佢根本就冇估到，原來電治同自己都一樣，擁有着悲慘嘅過去。一個就因為老豆嘅死，所以由細就被逼埋自己嘅器官嚟填翻老豆條數，而另一個就係由細就已經失去自由，被逼成為軍方嘅白老鼠。所以當電治講出自己係冇翻過小學嘅時候，我相信雷傑係感到震驚嘅。雖然呢一件事係未必令到雷傑開始對佢產生感情，但係有睇過劇場版或者係原作嘅人都知道，呢一件事絕對係有被雷傑記在內心，因為雷傑都同電治一樣，都係冇翻過學。而呢一段發生喺學校嘅對話，就一定令到雷傑對電治產生咗一定嘅共鳴感，亦都係雷傑嘅內心動搖嘅開端。其實雷傑同埋電治係擁有唔少嘅相同之處，除咗係擁有悲慘嘅過去，一樣冇翻過學，同埋都係以身不由己嘅方式活着之外，其實兩人都係向往平凡嘅人。雖然電治第一次面對老鼠命題嘅時候係選擇咗城市老鼠，因為自己都係啱啱喺城市企穩陣腳，抬起個頭做人。因為咁，當佢面對突如其來嘅選項，係令到佢有啲猶豫不決，因為佢本來都未曾擁有過選擇嘅權利，所以電治喺成套戲先至會成個細路仔咁去糾結。但係佢到最後都係選擇拋低啱啱擁有嘅城市生活，諗住同雷傑私奔，一齊同佢做鄉下嘅老鼠。至於雷傑就因為佢見證過城市老鼠嘅嘔心之處，以及自己被剝削嘅人生，導致雷傑想成為鄉下老鼠嘅原因，唔單止係想避免自己成為都市成年人嘅惡劣存在，佢更多嘅係想擁抱未曾擁有過嘅平凡。因為鄉下老鼠呢個選項就係代表住佢從來都冇機會體驗過嘅和平。淨係透過老鼠命題，雷傑除咗係深入了解電治呢個人之外，自己仲意外地透露一絲嘅心聲。如果夜校嗰幕係雷傑嘅內心開始動搖嘅一刻嘅話，咁沙灘嗰一幕就係雷傑開始動真情嘅一刻。雖然嗰一幕係雷傑嘗試去否定電治嘅感情同埋瘋狂潑冷水，但係我哋又可以試下換位思考，可能係因為雷傑知道想喺馬基瑪嘅眼下同電治逃離日本嘅同時，又要平安無事，基本上係冇可能會發生，所以自己喺嗰一刻唯一可以表達愛意嘅方式，就只有將自己變成一個反面教材，希望電治唔會再攞碌鳩嚟諗嘢嘅同時，希望佢會忘記呢一段唔應該發生嘅感情。但係最後發生啲咩事，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雷傑冇踏上離開市區嘅火車，反而係掉頭諗住去赴約，點知就遭到馬基瑪嘅埋伏，跟住就釘咗。就係咁，一代女神就此隕落。
雖然無論係漫畫嘅篇幅或者係整個系列嚟講呢，雷傑嘅出場時間其實係冇我哋想象得咁多嘅，但係雷傑卻係成個系列之中最具有影響力嘅角色之一。當然，佢大部分嘅影響力都係源自喺電治喺日後嘅篇幅嘅成長，因為佢除咗係電治嘅初戀之外，電治亦都係第一次遇到一個咁投契嘅女仔。唔知你哋有冇深入咁諗過，點解電治最終係會選擇雷傑而唔係麥基瑪呢？明明電治喺電影嘅開頭仲希望麥基瑪可以成為自己嘅女朋友，究竟係啲咩令到電治可以咁堅定地作出最後嘅選擇呢？咁呢個命題嘅答案其實都好簡單，4個字就足以 close file， 就係情緒價值。一路以嚟，電治同任何女仔嘅互動都係基於條件嘅交換之上。佢可以揸到 power 嘅波，係因為佢救咗喵子；佢可以同基野有一個充滿味道嘅 kiss， 係因為佢救咗佢啲 friend。而同樣嘅方式亦都被 Makima 應用。Makima 之所以會俾啲甜頭佢吔，除咗係電治聽教聽話之外，其實最主要都係電治係一個好容易被滿足嘅人，所以 Makima 只需要耍下花槍糊弄過去，隻狗又會繼續幫佢賣命。而 Makima 同電治嘅關係基本上就同吃不到紅蘿蔔的女仔差唔多。Makima 就係騎緊女仔嘅人，而佢就將一碌紅蘿蔔吊喺個女仔嘅面前，而電治就係嗰隻女仔，就算點嘗試都好，佢永遠都食唔到嗰碌紅蘿蔔。去到劇場版，雖然佢同電治係拍過一次拖，但係 Makima 口中嘅約會竟然係成日齋睇戲，所以我睇到嗰幕嘅時候，我對佢嘅印象係真心認為 Makima 呢條女真係 hea 到不得了。但係雷傑就唔同啦。對電治嚟講，雷傑基本上係第一位無條件咁同佢互動嘅人。雖然嗰啲無條件嘅互動最終就被揭曉為奪取連具心臟嘅動機，但係無可否認嘅係喺佢哋互動嘅期間，雷傑的確係冇從佢嘅身上索取任何嘅嘢。相反，雷傑反而係俾咗唔少難忘嘅經歷俾電治，從日常生活嘅對話，一齊喺夜晚潛入學校學游水，同埋一齊喺祭典嘅玩樂。呢啲咁瑣碎嘅互動，反而係最觸動到電治嘅內心，而呢啲亦都係其他嘅女仔俾唔到佢嘅嘢，因為其他女仔所做嘅嘢都只係撩緊電治嘅慾火，但係雷傑嘅所作所為，反而係觸動到每個人嘅內心最渴望嘅嘢，就係愛。再加上電治容易被滿足同埋沉船嘅心態，就造就到雷傑成為電治心目中嘅美好回憶之餘，亦都係佢人生之中嘅其中一個陰影。到最後，雷傑對電治同埋觀眾造成嘅影響，就對應到原作者藤本樹設計雷傑呢位角色嘅初衷。我很着迷於戀愛對象變成詛咒般的存在，長久持續的感覺。如果看過雷傑篇的各位可以讓雷傑這個存在能夠揮之不去地作為詛咒永遠留在心中的話，我會很高興。咁你哋睇到呢一度，你哋又對雷傑呢個角色嘅印象又係點嘅呢？記得喺留言區嗰度留低你哋嘅睇法啦。喺條片完之前，我就想講翻少少關於鏈鋸人第一季同埋雷傑篇相連嘅彩蛋，就係老鼠命題。雖然老鼠命題係雷傑篇嘅重心，佢揭示每一位角色嘅生存之道以及自己嘅身不由己，但係老鼠命題早就已經喺第一季出現過2次。第一次就係第一季開始介紹阿秋嘅復仇動機嗰一集，其中一幕阿秋嘅細佬讀緊嘅一本故事書，嗰一本書就係城市老鼠和鄉下老鼠。呢本故事書就係老鼠命題嘅由來，而老鼠命題喺第一季嘅第2次登場，就係基野嘗試去說服阿秋放低仇恨，跟住一齊轉行做民間惡魔獵人嘅一幕。雖然今次係以間接嘅方式出現，但係基野向阿秋提出嘅問題都係揭示緊2位角色嘅生存之道。基野就已經唔想再見到自己嘅搭檔慘死，所以就開始有鄉村老鼠嘅心態，向往安穩嘅生活。而阿秋就選擇咗城市老鼠，就唔係因為佢想享受榮華富貴，而係因為佢想復仇。但係復仇就意味着危險嘅生活，而城市老鼠就係代表住危險但有豐厚收穫嘅生存方式。所以阿秋嘅選擇係屬於城市老鼠。雖然唔知往後嘅劇情仲有冇更多老鼠命題嘅應用，但係透過鏈鋸人第一季同埋雷傑篇嚟睇嘅話，原作者藤本樹似乎係好中意用老鼠命題
嚟揭示唔同角色嘅覺悟同埋心態，所以我就猜測老鼠命題好可能會喺往後嘅劇情出現，因為呢一條橋真係一個簡單又好用嘅敘述手法。咁今日嘅時間就到咁上下啦，中意條片嘅話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個 channel，但係最重要嘅就梗係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睇啦。咁我哋就下條片見。